啊，猫头鹰呢？哦，你看柳营国艺后，柳营国艺后，天后宫，柳营国艺后，天后宫附近呢。嗯，这个要庆祝了没？哎，兵啊，让人受人要奋斗努力了。哦，现在有路人在介绍民国53年白河大地震国艺后这边的情形。这边的大楼都是民国53年以后